大家好，我是阿岩谷，实力清洁3年，致力于消灭美丽灰尘与污垢，对付卡托办公室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驱逐他们，一个不留。加班加到那么晚，辛苦啦！那个不住。洁癖眼中的万恶世界，下班溜，健身健身。休想吓唬我！来吧呀嘿！沾满细菌的蛋白粉，千万不能因为看似只有一吸吸脸就轻忽了。首先，他们已经不知道在这里待了多久，又沾染过谁的汗水与细菌，甚至可能有微小的生物在上面发酵筑巢了。对，地下情报网，细菌甚至会长出肉眼看不到的地下情报网，密密麻麻。残念，这台饮水机已经充满脏污了。纳尼呀！脏公布居然让发霉的气味和汗水的天生异物引发康复剂，这下细菌恶鬼潮马上就会被吸引过来呀！该只有阿岩谷，快躲进防护间！终于可以吸进这个空间带给我的脏物，太好了！恶神的未知疾病。遂流过对方的全身，带走对方身上一切的病菌和不知从哪里洗出的脏污，然后这一滩脏水又顺着水流朝我袭来，像钢胶、皮肤炎、干血，这些病毒都有可能吸进我身上干净的净土啊！可恶呀！黢黑领域间的坏处，地势的高低直接影响了脏水的去向啊！我们没有开吃，我们上面有一片细菌的青草原，4啃4大永远。是不想出门的 DNA 100种之帮手，他人的隐秘 DNA， 我追住他们，一个不留！任何灰尘脏污都逃不过我实力清洁3年之麒麟臂在这个世界，坐在秋海安森蒙给大家干净环境的人，怕是不多了，哈哈。谁来流汗的味道真的很可怕哎。嘿呀，运动完都不洗身哦，出手！出手！我哪里出手？我每天都洗3次澡盆，24小时止汗剂，一流汗就换衣服，我怎么可能会出手？阿岩谷花莲男，单身，实力清洁3年。